新團委吸得到我輩城市頻道，現在是我夢窗報告新聞。我國貿工部表示，大約1/3出口到美國嘅商品將受到美國新加徵嘅12.5%嘅關稅影響。貿工部答覆媒體詢問嘅時候表示，適應美國232條款關稅嘅鋼鐵、鋁、汽車及汽車零件等產品將獲得豁免。貿工部表示，將繼續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保持溝通，探討相關安排，並愛到關稅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之後，公布更多信息。針對美國宣布對部分新加坡出口商品加徵關稅嘅決定，新加坡港商聯合總會表示，將加受影響企業保持密切聯繫，了解實際情況並提供支持，協助他們渡過難關。去年提交嘅就業相關投訴年比有所增加，但是相關投訴嘅解決比例還是維持到高嘅水平。人力部嘅調解兩名發布嘅2025年雇傭標準報告顯示，員工對雇主關於工資嘅投訴，去年每一催人就有 0.84 宗，關於2024年嘅 0.63 宗。勞資政糾紛調解兩名指出，超過90%嘅員工到調解兩名甲雇傭糾紛所想聽嘅協助者，創協對回所欠嘅工資。陸路交通管理局宣布，落嚟3個月或者可能投標嘅用車證配額有19085張，比頂值會嘅軌道粗略增加 0.6%。河台董小興車主嘅用車證配額從七彩434張減少到七彩134張，少了大約 4%。大興嘅豪華車主嘅用車證嘅配額從五彩505張增加到五彩527張，增幅大約是 6%。互聯網安全委員會成立唔夠一個月，已處理了大約200起網絡傷害個案。新加坡婦女法庭與資源組織嘅調查顯示，超過1/4嘅受訪問嘅人都過去一年經歷過至少一次嘅網絡危害，受害人可能更試寫經歷過身心創傷及財務嘅損失等嚴重衝擊。另外，面對網絡危害，6成嘅受害嘅人會通過至少一個管道舉報找我。國家環境局啟動今年嘅減少廢氣環保運動，目前已經有超過180個企業、機構及組織響應。好在28個是新加入嘅合作夥伴。今年嘅運動目的是鼓勵人們從日常生活之中實踐環保原則，到保護環境嘅同時，也考慮對環境影響及保證嘅回應。新聞報告完了。